第4課，一團和氣，選擇饒恕放下，得着釋放。第1天，以弗所書4章26至27節。生氣卻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。以弗所書4章26至27節。生氣卻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感謝你，求你幫助我，當我發怒時也不犯罪。我有情緒和生氣時，懂得倚靠你除去怒氣，也不要給魔鬼留地步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是情緒的好管家，我口中不出惡言。奉主的名捆綁一切憤怒的權勢，要遠離我，釋放平安喜樂進到我的心。阿門。